Hello，歡迎你嚟到 Soul Healer Hong Kong 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會邀請大家去進行一個身體掃描嘅靜觀練習。喺呢個練習裏面，你可以深層咁放鬆我哋嘅身體。而家邀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瞓低或者坐低，慢慢合上你嘅眼睛。如果你選擇瞓低嘅話，可以喺頭部後方嘅位置加添一個枕頭。如果你係坐低喺凳上面嘅話，可以讓雙腳平穩咁踩喺地上面。我哋由呼吸開始，溫柔咁深呼吸3下，深而長嘅吸氣，深而長嘅呼氣，感受每一下嘅吸，每一下嘅呼，最後吸氣，慢慢咁呼氣。接下落嚟，我哋會進行身體掃描嘅練習。喺呢個練習裏面，你唔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身體任何一個部分，只係需要單純咁覺察自己身體嘅感覺，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，溫柔咁觀察感受自己嘅身體。如果喺過程中你覺得自己分咗心，思緒游走咗，溫柔咁提醒自己將注意力帶返嚟自己嘅呼吸，感受自己每一下一呼一吸。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首先邀請你將呼吸帶到去我哋嘅頭頂，感覺一下我哋嘅頭部、頭皮嘅位置，有冇邊個部分比較繃緊，或者你留意到有特別嘅感覺呢？試下去感受而家頭部當下呢一刻嘅感覺。感覺每一下嘅呼吸，吸氣嘅時候能夠集中專注，呼氣嘅時候感覺頭部嘅重擔、肌肉可以慢慢放鬆、放輕。感受一下而家雙眉之間嘅位置，眉心有冇緊皺住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以慢慢放鬆，放鬆我哋嘅面部表情，用一個平和嘅心去覺察自己身體。放鬆我哋嘅牙齒、下巴，將呼吸帶到去我哋嘅喉嚨、膊頭嘅位置，將注意力帶到去喉嚨、肩頸，感覺注意力可以喺你前方慢慢帶到去後頸、膊頭嘅後方，
留意一下有冇邊一個位置比較繃緊，藉住每一下嘅呼吸，慢慢放鬆每一部分。慢慢地一呼一吸，下一個呼氣，將專注放喺我哋嘅心口，感受一下我哋心口嘅跳動，感受每一下呼吸，心口都會有起伏，每一個呼吸都會帶畀你有唔同嘅感受、感覺。將呼吸帶到去我哋嘅雙手，感覺一下而家皮膚同空間接觸空氣嘅感覺，感受一下而家嘅溫度、濕度，感覺一下我哋嘅手指、指尖、手掌、手腕，我哋嘅前臂、手踭、上臂、左手同右手嘅感覺有冇啲咩唔同呢？試下去感受一下。一個呼吸，將注意力帶到去我哋嘅肚皮，感受一下呼吸嘅時候腹部嘅起伏，去到我哋嘅後背，有冇邊個位係可以緊貼住支撐面？有冇邊個位而家係懸空嘅呢？嘗試掃描一下我哋嘅脊椎、肚皮，感受呼吸喺呢個部分慢慢咁流動，將注意力帶到去我哋嘅盤骨、臀部嘅位置，感受一下臀部同凳或者床接觸嘅部分，放鬆而家感覺到壓力或者繃緊嘅位置。下一個呼氣，將注意力帶到去我哋嘅大髀，
感受一下大髀嘅重量，去到我哋嘅膝頭哥，膝頭哥嘅前方或者後方有冇一啲繃緊嘅感覺呢？感覺一下我哋嘅小腿，試下將呼吸慢慢放鬆我哋小腿嘅肌肉，將呼吸帶動到去到我哋嘅腳踭、腳面、腳趾，感覺一下我哋腳底同地面接觸嘅感覺，可能你會感覺到空氣嘅流動、脈搏嘅跳動，觀察住我哋身體每一個部分。而家我哋將身體作為一個整體咁樣去感覺，就好似一塊荷葉浮喺水面咁，自然咁支撐住。如果你發現到邊一個地方有繃緊，或者感到壓力，試下喺呼氣嘅時候溫柔咁同自己講：我感覺到呢個身體部位有呢啲嘅感覺。喺準備結束呢個練習之前，你可以喐一喐你嘅手指，喐一喐你嘅腳趾，輕輕咁樣左右轉下你嘅頭部。當你覺得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張開眼睛，將呢份覺知帶返嚟當下。唔好忘記多謝你自己，感恩畀自己身體有一個靜落嚟嘅時間，感受自己更多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呢個身體掃描練習，歡迎你分享你嘅體驗感受喺留言區。唔好忘記都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我哋下次再返嚟一個安靜嘅空間，去分享更多靜觀練習，幫大家可以成為自己嘅療癒師，好好咁樣了解自己嘅身體更多。祝願你哋帶住今日嘅覺知，更加溫柔咁對待自己，對待每一日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